电火珠啊啦，这电火珠啊吼，是你还未嫁过来的时阵，阿母叫我去买转来搭，所以吼，等下我甲你绑起来。啊是哇，啊你电话主要甲绑起来，囡仔想要写字，阿嫂想要记啥啦？啊你吵啊济是要创啥？人阿嫂即摆外敖咧，伊即摆家己要拍铁啊，所以要家己去买哦。好啦好啦，恁讲安怎就安怎啦，我拢无意见，要搬就搬，我要来去走。嘿，等下阿嫂，啊还有这啦，迄眠床房吼，拢是阮翁搬转来呢。无啊，阿秀啊，你伫面前方想要创啥啦？嘿，迄毋但眠床房尔呢，啊还有这棉被啦，这棉被吼是阿爸买的呢，啊即摆阿爸无伫个啊，就变做阿母的，啊算起来嘛是阮的啦。啊若要搬家伙，当然嘛要照起工来啊。阿秀啊，啊眠床房互你搬去啊，阮是要困倒。啊我吵你要去阮倒去哦。诶，阿嫂啊，啊你安尼讲吼，敢若袂输阮真无道理呢。是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。你若是无满意吼，你会使叫我甲你做公道啊。好啦，毋是你家己安尼用钱去买起物件，迄都爱行人啊。无啦，阿母啊，你讲迄是讲啥话啦？你掂掂啦，阿嫂，你有听到啊吼？迄眠床房吼，甲棉被拢是阮的啦。阿秀，拜托你莫安尼好无？啊，还佫有啦，啊佫有迄个衫裤吼，摕一领毯仔寄伫咧咱遮。嘿，对啦，这啊，啊这嘛算公家的啊，这应该爱一人一半才对啦。袂用的阿秀，这是互阿囝阿包的，啊你若是甲伊假去啊，我是要安怎包啦？哎呦，阿秀啊，啊这台湾头咧算你啊，你加做两块是要怎包啦？啊你菜我的哦，啊若是我的，我加做两块，实在我要创啥？我要摕来做倒包，我嘛甘愿啦。袂用哎呦，阿秀啊，我拜托你，摕来啦，袂用的，啊好啊，像咧，无你就摕来啦，加啦。摕来啦。哎呦，少啦少啦，莫等我定地啦，去摕这去啦。哇，啊唔紧的讲啊，你还讲新公司啦，较正关的啦，行啦，唔正关。哎，啊，什么事啊？啥物啊？啊，外口是咧创啥？分家伙啦，啥？分家伙？啊，你第日要创啥？做棉被啊，做棉被？哦，啊，连棉被也拢分去哦？啊，真正我无参差嘞。嘿，啊，明知影讲屎会无滴的，调你尾甲你创的就对啦。莫甲因计较啦。这都毋是讲计较甲毋计较啦，因为咧从我小无站杂啊啦。明仔载就是第7天啊，希望阿囝啊食了后，就会当行起来。阿嫂，已经第7天呢，啊你点清清的，我要煮早转来啊。哦，好啦。是啊，啊你迄搞甲看好未？啊搞甲时阵，我看卖。哎呦，你的代志都还未做完呢，啊，我做侪物件要搬的啦，出人大代志哦，讲通好讲的哦。紧去啦，紧去啦。
这就是狗狗。哎呦，上紧哦吼，迄是真歹命。啊，底下迄落小二麻痹，搁一遮尔济迄落怪药啊，啊，即摆一粒来搁食落去吼，迄毋是落屎就是腹肚疼，一定无遐尼简单啦。哎呀，实在可怜哦。食落，安尼你骹才会好啊！好，来啦，记得啉落。哎，你一定爱食落，这是你上尾的爱希望啊！食啦！亲像溪水不回头，亲花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一个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最后的一摆哦。这摆若搁食无效哦，以后你莫搁甲我买狗狗哦，有听无？我即摆甲你骗哦，你空什么干若是互阿景啊，搁食无效哦。以后哦，不准你讲我这鼎灶甲空什么药啊，阿景啊食。秀兰啊，啊，小姐啊，秀兰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阮喊你规步久，你拢也毋知应。无啦，我搁伫咧想代志。你这烦恼恁上囝的代志性？烦恼哪有啥物路用？秀兰啊，听讲恁上囝啊，即摆伫咧食狗狗，受效啊无啊？啊，毋知影咧，伊才食几工，希望即摆会当有效啦。你放心啦，秀兰，人咧做，天伫咧看。上囝啊，有这遐尔忠贞的老母，世界伫咧替伊走总。我相信上囝啊，即边食这狗狗一定有效的啦。希望会当安尼啦。好啊啦，秀兰，将伤肝放学较开咧，莫想想遐尔济。啊，无我先来转吼。多谢。哎，小小，你听，快点跪。呀，呀，那你这条筋去破掉。来，来，这是我这几工赚的钱，弄去。是啊，我今仔是安怎？
做好什代志啊？是吧？哦，我知啦，高考无效呢。高考无效，正常的嘛。高考若到效，人个病拢乖乖起来。是啊。啊，无水。秋兰，秋兰，秋兰，啊内面物件咱搬了了，物件搬去倒？已经分家伙啊啦，啊，收甲物件拢搬走啊。分家伙？这哪有先分家伙？这先搬厝啊，这哪分家伙？规间厝搬了了，你拢无甲动？迄个时阵高高就要控好啊，我袂用回心的啦。啊！你规头壳拢是高家。小查某，你分什么家伙？你凭什么？我分要哪用你啦？大嫂哦，规趟甲灶卡占交着，啊，阮也袂当煮食啦。啊，搁甲厝的椅仔摕去烧了了，啊，若无紧分的吼，这间厝三万吼，会互拆甲烧了了。我讲哦，你百件皮的物件，去甲搬出来。咱是要搬啥啦？啊，本来拢分好啊，你若无欢喜，会当去找大嫂啊，迄大嫂嘛同意的啊。恁阿嫂是干那遐控高家尔啦，伊知影啥物？我讲哦，你上好莫了我手机哦，了我手机我才有爱站哦。哎呀，无啊，啊，都迄家就已经分了啊，啊，你是咧玩啥物啦？我玩一个公道啦，啥趁我无伫，欺负我无囝要分财产，啊？看我两头伤骨了。嘿，大伯啊，啊你安尼讲哦，就伫咧往区外呢。要分厝的时阵哦，阿母嘛在场啊，而且哦，搁分甲照公道清清楚楚啦。迄若毋是讲为着大家好哦，我嘛袂想要搬啊。分财产是你的意思？无啊，我你要讲一个。我是咧讲啥物啦？看着你某安尼哦，会说讲你笑的，逐工安尼滚摇啊啦，我嘛会惊。啊，我莫讲一个高家尔，是咧惊安怎？等了物件乌糟糟啦，啊毋知有倒啊无倒，啊万一吼规家伙人捡来头死了了，要安怎？我小查某，你即摆讲啥？哈？阿母啊，我都袂怕啦，阿母啊！哎呀，好啊啦！哎呦，啊家就已经分好啊，啊恁就好好去过日子，莫搁安尼冤枉。好，母啊，今仔你讲一句话，我听有。既然安尼哦，我无煞搁住在厝的。好啊，我有在中后，你快我注意啊，我拢煮好啦。是啊，你较点的哦。咱的一场梦，可比亲像开水不回头。情花啊，无情花，可比无情。食遐久也无效，搁食要创啥？为着高家开迄个钱，结果咧双脚嘛，搁倒伫遐袂顶袂当，哈！一寡钱开了了，搁咧骂咧看咧衰，你莫安尼想啦，啊无要叫我哪想？哈！一寡财产分了了，搬了了啦，你安尼无要无紧啦，规头壳拢高家啦。我搁会当关心啥话？分家伙是阿母甲阿叔决定啊，我讲啥物拢嘛无效。好啦，有效无？无要紧啦，物件款我就准备搬厝啦。高家，你规气要搞做某食，高家拢免钱啦。高家。高家。高家。哎，坤啊，你袂甲高高顶掉的啦，你好我啦，甲高高好我啦，哎你毋想高家食就有效，哈？讲食就双脚嘛骹落会惊咯。结果你家己咧欺骗家己啦。我无要甲你消惨咯，高高啊！好，高家你袂用，你袂好，你留咧，你留我无走，高家你留咧家己食。阿海，
用啊，啊，免做啊。这个已经不是咱的啊，你是搁等下骨头要创？来啦，来啉酒啦。师啊，啊，咱今仔要搬啊？啊，无搬要安怎？我还要讲出嘴，就是爱做啊到啦。来，啊，咱是要搬迄对啦。我爱直搬愈远愈好啦。用，啊，你要对西行？当然嘛袂啊！我从细汉的时阵哦，就来摆你做师傅啊啦。啊，这世人不管咱哪讲哦，你永远嘛是我的师傅啊。你去到底，我就对你去到底啦。是讲，你讲作远的所在，到底是对啦。莫问啦，我爱伫到时你就知啦。问啊，这要创啥？哎，啉酒。啊。即摆向讲要离开哦，我煞淡薄仔唔甘呢。啊，我伫倒毋是咱入情的所在啊，啊，佫有啥人好留恋？师啊，啊师傅娘啊遐，你是有甲安慰无啦？我昨暝看伊安尼目睭睁弯弯，敢若哭真久的款呢。这小意啊，查某人想袂开，无要安怎？